好，明天9点我们在那个新庄体育馆。哎，9点不是？不是，是晚上9点。晚上。应该是8点半。好像不是啦。对啦，8点到8点半。8点半到9点是张震岳嘛？不要看他。8点到8点半，就是我们在新庄体育馆有那个选手之夜的演出。然后也同场也有很多很不错的那个音乐人，大家一起表演，希望大家明天可以来看，共襄盛举。门票是5张发票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晚安，谢谢。我们还是要走动下台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我没有准备啊。刘老师你要唱吗？我们的配菜是研发的。好了，那一首，就那一首了。好啊。快点哦，我们按口诀的时间已经过了。那李云唱的蛮好听。没有啊，都唱完了。是哦。好了。要唱什么啊？要唱什么不这样啊？好，点歌。热线你我他。老外他又想到心梗了。热情，热情的沙漠。哦，是热情的沙漠。老外有想到新梗嘛？像这个有讲。没有。好啊。好了，那首歌再唱下去会浪费时间。对，那我们就。你那里？我们安口曲是沉默，因为我们后面全部都是别人的歌。而且来后面就不要再翻了吧。忘情水。好，我们不要拖大家的时间啊，我们就。好了，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巴拉的歌曲哈。这是那个吗？好，带来非常巴拉的，希望大家假装会喜欢哈。好，大家带来等待期待，谢谢。都不告诉我。哎，就是要给你这种脚毛，我先蹲下。不要小看他的 solo， 他练了2个月。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她还在心里口难开。可以稍微慢一点点吗？不勇敢低头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会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
是他爱在心里口难开。我不勇敢，你总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骄傲哦，来，我就赌你会出错。肩膀的部分。来，咿哟呀，咿耶哟，咿耶哟。是